宣调，摇花我的石盘，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喙中的言语、心内意念，伫你的面前得到感纳。现在，请咱备办好咱的心，咱要做三个来祈祷。阿爸爸上帝，我满心的感谢你。今日阮搁一摆透过网顶的礼拜，检查是伫阮家己的厝内，还是伫阮的教会内面来敬拜你。恳求主你来施恩怜悯，互阮会通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互主的名通得到荣耀。互阮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教会，拢会通成做上帝要祝福的管道。恳求你来拯救阮，阮会通脱离属灵迄款的冷淡，还阁互阮有意念的这个温线，但互阮有安定的心思来敬拜你，互阮会通虔诚的悔改，来得到主你的稳定。恳求主你来保护着阮。最近伫美国，也是台湾各地的所在，这个气候拢是真烧热，甚至有真侪老大人因为身躯未抗住，就了热死去。但最近伫日本，佫因为落大雨，伫这个静冈这个西左角的所在，发生了真严重的这个土石流，嘛丧失了无数的这个性命、甲厝体以及财物。阮人实在是非常的软弱。但目前美国甲阮的故乡台湾，伫这个肺炎病毒还未消息结束以前，唔通互阮去遇到病毒疫情的搅扰。尤其是遐个新的这个变种的病毒 Delta， 互阮通真惊赢。所以阮也阁要爱专心，我阁主你的保护。但阮阁一摆来到主你的小宝座前，要谦卑来恭听主你的话，恳求主你洁净我们的嘴，圣神感受阮的心之伟量，互阮会当得到清气，佮有蒙恩的一个日子。阮甘心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哥林多后书6章第1节到第2节。第1节，阮甲主
当着我的，也肯恁毋通空空受上帝的恩。因为伊讲，伫得着接来的时，我有听你；伫拯救的日，我有帮助你。你看，这点是受接纳的时；你看，这点是拯救的日。第二圣经记载伫马可福音16章20节，学生出去，逐所在宣传，主甲因做工，用对因的信仰证明这个道理。阿明，这是上帝的话，既然读甲听遐有言，各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拢有福气，因为日期近啊。阿明。这条要来学了，主爱的牧者。我所听的耶稣基督。正做我主爱的牧者，随时带我的前途，甘愿跟随主耶稣，等主过来，伊应要你，我要甲主同行，伊教引我。等主过来，一天过里，我要甲主同行，直到永远。我所听的耶稣基督，正做我主爱的牧者，随时带我的前途。甘愿跟随主耶稣，等主过来，伊应要来，我要甲主同行，伊教引我，等主过来，一天过来，我要甲主同行，直到永远。我所听的耶稣基督，正做我主爱的牧者，随时带我的前途。甘愿跟随主耶稣，等主过来，伊应要你，我要甲主同行，直到永远。等主过来，一天过里，我要甲主同行，直到永远。我所听的耶稣基督，正做我主爱的牧者，随时带我的前途，甘愿跟随主耶稣，等主过来，伊应要来，我要甲主同行，直到永远。等主过来，一天过来，我要甲主同行，直到永远。
的耶稣基督，吃着我主爱的牧者，随时抓我的前途，看我紧对主耶稣，等主过来，伊应要你，我要甲主同行，地高远我，等主过来，伊天国里，我要甲主同行，地高远远。我所听的耶稣基督，吃着我主爱的牧者，随时带我的前途，甘愿紧对主耶稣，等主过来，伊也要来，我要甲主同行，地高远我，等主过来，一天过来，我要甲主同行，地高远远。我所听的耶稣基督，吃着我主爱的牧者，随时带我的前途，甘愿紧对主耶稣，等主过来，伊应要你，我要甲主同行，地高远我，等主过来，伊天国里，我要甲主同行，地高远远。我所听的耶稣基督，吃着我主爱的牧者，随时带我的前途，我紧对主耶稣，等主过来，伊也要来，我要甲主同行，地高远我，等主过来，伊天过来，我要甲主同行，地高远远。我所听的耶稣基督，我所听的耶稣基督，吃着我主爱的牧者，吃着主爱的牧者，随时带我的前途，我的前途，甘愿紧对主耶稣，甘愿紧对主耶稣，阿免。等主过来，主过来的时阵，伊应要来，我要甲主同行，地高远我，等主过来，主过来的时阵，伊天国里，我要甲主同行，地高远远，阿免。我所听的耶稣基督，我所听的耶稣基督，吃着我主爱的牧者，吃着我主爱的牧者，随时带我的前途，随时带我的前途，我紧对主耶稣，我紧对主耶稣的名，阿免。等主过来，主过来的时阵，伊也要来，我要甲主同行，地高远我，等主过来，的时阵，伊
免过来过来你，我要甲主人定，去到永远阿门。各位乡亲、士大、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这个信主多年来，请问兄弟姊妹，恁甲上帝关系是甚么呢？在恁的心目中，上帝佫是何方的这个神性呢？圣经讲到上帝甲人的中间有几啊种的这个关系存在，比如讲主人甲奴仆的关系，父母甲儿女的关系，朋友之间的这个关系，还有这个新郎甲新娘中间的这个关系。那么这个使徒保罗嘛，捌讲过吼，伊讲咱甲上帝中间，佫有一层真特别的这个关系。保罗先生讲吼，讲咱甲上帝同工的也肯定，毋通多受上帝伊的这个恩典吼。保罗伊真正领受到，伊是甲上帝同工的，若无上帝，保罗伊就袂当做啥物。那么同工就是做伙工作的意思。上帝甲咱做伙经历到一生中每一个关口，无论是悲欢离合，也是生老病死，上帝伊拢在场的。若是想到这个真理的时，就会当产生什么款的影响呢？人的感觉总是这起起落落的，总是上帝伊可能同在这个真理是永远未改变的。咱是向上帝，咱毋是去向上帝做工作进度的报告，咱是甲上帝同工的，咱毋是到大老板的遐来签到，还是签题，乃是到上帝遐来报道，并且是跟对着上帝。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咱时时刻刻拢是活伫上帝圣洁的同在内面，伊甲咱做伙接受这个人生的挑战。所以今仔日吼，上帝伊嘛甲咱做伙伫面对迄个新变种的这个病毒 Delta 的这个威胁哦。一个甲上帝同工的人，伊就会甲上帝同工的这个活命，伊就有。这是因着人甲上帝这个联合，是自然形成的。咱的活命是连接伫上帝旨意内面，毋是我个文字，还是裁掉的。咱的生命甲基督是做伙创伫基督、创伫上帝内面。甲上帝同工的结果，就是五谷丰收，得到人亲像要得到鱼，遐尼丰富。对这个圣经中，咱看到上帝是一个宣告的主，伊要赎回伊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已经被这个堕落的人类所来污染着。上帝伊要亲自进入咱人类这个历史中来实现这个拯救。总是呢，圣经嘛，互咱看见另外一个属灵的这个原则，就是主伊要搁伫找人，要来甲伊同工。上帝甲伊所拣出来的人来同工，要来完成伊借着主耶稣基督，互世界甲伊来好好这个救赎的计划。上帝爱咱甲伊来同工，要成就伊的这个旨意。那么，咱要如何来甲上帝同工呢？通借着基督甲上帝同工，咱如果无伫基督中来甲上帝同工，互上帝旨意来行伫地面上，就着行伫天顶，伊就袂伫地面上来行动，来成就伊的旨意咯。甲上帝同工的意思，乃是伫讲上帝伊是工头，咱不过是一个小工尔尔。教会是上帝的工作，上帝透过伊的奴仆来行动。所以有人讲，若无有上帝，咱就袂通做啥物；若是无有咱，上帝伊也无愿意要做啥物。所以伫这个旧约创世纪，上帝用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
话亲像天顶的星星遐尼多，因为架骹伫外地400多年，上帝应允要将因来带出来。上帝竞选摩西甲伊同工，摩西认为这是无可能的任务吧？因为摩西想要你想讲，我是甚物好人啊？竟然会当去记这个法老，可以当将以色列百姓对埃及来带出来呢？所以，甲上帝同工的过程中，摩西哪来哪体会到一个属灵的原则。所以，当上帝伫找人甲伊同工的时阵，这个人毋是孤单的，乃是伟大的上帝亲自来甲伊同工。迄个全能的天父上帝，其实伊根本无需要咱的。上帝伊本身，伊家己嘛当完成伊所要定着的、要成就的这个代志。总之呢，上帝伊却互咱有机会甲伊同工。这并不是因为咱特别好，也是咱特别的优秀，拢毋是，乃是因为天父上帝伊疼咱，这有稳定的主，伊欢喜着咱。甲伊同工，甲伊同行。伫这个创世纪记载一个真特别的人，就是以诺。伊甲上帝同行有300年久，上帝真正真享受，也真珍惜甲以诺的同行。所以有一日，上帝甲以诺咧同行的时，行着离开以诺的厝，哪来哪远。上帝就邀请以诺干脆就去上帝迄个所在去住，这是真水的这个结局所以今仔日阿赖萨牧师要甲咱大家搁一摆来想、来思想，甲上帝同工的意义到底是甚物？并且毋茫伫这个今年咱今年已经过一半较加啊。无论你是身躯经历到必胜的老兵，也是讲将来毋捌服侍经验的这个初信者。拢会通搁一摆得到更新，得到反转，来享受甲上帝同工的这个喜乐。那么要甲上帝同工，咱先来看这个同工有5种的定义咱三个来学习。头一个同工的定义就是讲，同工就是同负一个担，同负一个担这个担就是土地动物的阿毛棍典款，特别是这个牛这个牛也是这个这个牛这个牛担通常是2只牛一组做伙来拖车是犁田。最后说一个手艺真好的木匠，听讲最后说伊手所做手工所做这个担是哪煞个城内底上界好的担，因为伊袂去伤害到牛的这个颔棍所以甲上帝同工就是甲最后说同负一个担同负一个担。伫这个马太福音11章29节，最后说呼吁每一个信伊的人，拢着爱来负伊的担。最后说保证会徛伫咱的头前面，负责来带路，带领咱的方向。伊要伫头前用伊的气力，来带咱来进前。跟对伊的人，只要是徛对的所在，保证会轻松爽快。伊最后说伫马太福音11章30节讲：我的担是容易的，我的担是轻省的。第二项，同工就亲像这个比赛，这个搭档这个同伴。有真侪人爱拍这个 tennis， 这个网球。那么这个网球相打的时，这个搭档这个同伴是非常重要的。若是一个球艺真普通的人，伊敢夸口讲，阮的相打是无人会当比拼的。那么咱通肯定伊一定有一个球艺真厉害的这个同伴伊会搭档伫咧。但我所认为这个亚洲的一个这个 tennis 高手我说张德培，伊咧拍网球的时，咧发球的时足强的，只有无人会当胜会掉。所以常常伫发球来得到分。假设讲我若亲像会通甲张德培一组的时阵，我就是无对手咯。
所以我也甲夸口讲，阮绝对是袂输球的，因为甲我来做这个搭档的，这个同伴这个人，保证伊会赢球的。所以因着是一个，咱到最后所成出一个搭档，也是一组。因最后所记到伊是得胜的君王。保罗先生讲，伊伫这个哥林多后书2章14节伊讲感谢上帝，常常引带阮伫基督内面较赢。若是到最后所记到做这个同伴，保证是迄个所向无敌吼，天下的绝对是无对手的，胜利拢是属于咱的。咱来看第3条，同工就是生意场的这个合作人，也是讲股东。有好的这个合作人，也是股东，不但作为经营事业合作得真爽快，佫会当招财进宝，趁真侪钱。总是若是颠倒变哦。如果若这个合伙人，若是常常爱吵吵闹闹，生意一定是无法度来维持落去的。即摆吼，我甲牧师娘去一间这个餐厅，准备要食饭。我伫这个柜台伫听候入座的时，忽然间，听厨房内底传出来真大声的乒乒乓乓的冤家路这声音。迄阵阮真惊讲，厨房内底师傅啊，叶刀啊冲出来吼，就不好玩啊。所以阮就赶紧的离开，我毋敢伫迄个厝内食饭咯。但经过无偌久吼。我经过迄间餐厅的门前时，哇，看伊是关门串户，已经吹这个熄灯号啊，已经无要经营啊。那么好的这个，虽然这个好的合伙人真歹找，就是我向大家来保证，这虽然是找主要所叫做来合伙同工，一定会合作甲真爽快，而且个红利通分呢，最后说。伫这个路加福音18章29节到30节，伊讲：人为着上帝的国，放落厝地，也是某囝、兄弟、爸母、儿女，无伫今世，无得到百倍；伫来世，无得到永远活的。所以，甲上帝同工，为带来今生的这个祝福，以及天国的这个赏赐，实在是真好，无得比啊！第4，同工就亲像迄个加强伫即个桅杆下面迄个部位，甲甲板连接的所在，迄块大块木料材料啦。所以若驶篷船的人拢知影，即个篷船中即个桅杆吼，就是伫船挂篷布一支直直的即个木条，风吹着即个篷布。会当刹进前即个船，因为风会做得真大，所以迄支桅杆所踩伫迄个甲板顶的，特别需要真坚固即个来支持，超过迄个船舱其他的部分的即个木料，所以伫迄个甲板顶，伫迄个桅杆下面迄块加强的大底木料。也通做是同工，通称做同工哦。那么人生免不了会拄到这个狂风大影，迄个力量是会当毁坏你篷船的这个桅杆的。除非有人甲你的同工，在你手骨的溃烂，就是迄块同工。圣经甲咱讲哦，上帝伊是咱的溃烂，伊是咱坚固的石盘。咱若选择我过伊是。绝对无毋对的。第外项，同工就亲像迄个舞伴吼，跳舞的这个舞伴。同工也有这个舞伴的意思，上帝甲属伊的人要来做来共同跳舞。咱只有跟对着上帝的脚步来带领，也配合着这个音乐的节奏，轻快进前还是退后。这是一幅真水的图面嘛，甲上帝同工的画面，应该亲像爱安尼一款的，充满着喜乐，挡袂掉是要跳舞起来。所以并代表赢即个约柜的时，圣经记载讲，
特别穿着这个幼德步的幼德，伫耶和华面前极力来跳舞的。但亲爱的弟兄姊妹，甲上帝同工的呼召，毋是针对某一寡被选出来同工尔定，乃是每一个人拢有份的。对这个创世纪第1章6节，咱看到亚当被创造的目的，就是要甲上帝同工的。上帝讲，咱要按照咱的形象，按照咱的样式来做人，互因管理海内的鱼、地面上的精星甲全地，并地面上所爬一切这个汤拖。所以上帝呼召你甲伊同工，有主耶稣基督甲伊来做同伴，你是最袂输的。甲你同伴的主耶稣基督有能力，会通面对着这个暴风雨的这个力量，是胜利的保证，是你这个搭档同伴之位，毋望你去担着永远活上帝做伙跳舞的这个喜乐，和上帝伊的脚步来带着你来进入这个喜乐。保罗先生伫哥罗西书第3章第41讲讲基督是咱的性命，伊显现的时阵，恁也要甲伊做伙显现伫荣耀内面。这个是同工关的这个最高调，伫基督显现的时阵，为将你来带入这永远活内底。刚才你要讲哎呦，我哪会当配搭这个甲上帝同工呢？我哪有这个资格呢？毋过你当你若会记你下入去这个上帝国的时，你就是进入这个同工的关系咯。现在你要讲，哎呦，我的能力无够强呢，我怎会当甲上帝同工呢？兄弟姊妹，当主耶稣基督受洗了后，伊对约旦河起来的时阵，天就拍开，圣神亲像箭啊降临伫伊的身躯顶，同款的。所以当你受洗迄个神圣的一刻，圣神的能力嘛透爆出来，进入你的活命内面，来去启动着迄个同工的关系中间所需要这个能力。所以呢，你通向上帝来祈祷，要如何甲上帝同工呢？上简单的方式就是定一个目标，改变你迄个江山好改、本性难移的这个生活方式，开始思想上帝国。咱来想看觅呢，遐会放落一切离乡背景的这个宣教师，因会进入咱亲像羊进入这个豺狼的这个群内底，所以咱的祈祷会通带来上帝保护因甲这个困难。上帝嘛会当用到咱的奉献来供应这个宣教师因的日常生活，恁这个需要。那么人生真有限，什么代志会通存到永远活呢？有什么人事物通达起你一生来追求的呢？你若是选择甲主同工，主一定要纪念你，伊一定纪念伫世马册内底，存到永永远远的。所以主要说，后生接受这个任务，因出去到处去宣扬福音，主甲因同工，用这个新约跟对着因来证明因所传的这个道理。但这个荣耀的主，今仔日有缘伫超找人甲伊来同工，这个是恩典的邀请。伫这历世历代上千上万的亲像云彩见证人，已经行伫咱的头前面路。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请你爱赶紧对起你，毋通够对无着阵咯。阿们。这条要来吟回应诗歌心愿，讲主啊，我也要奉献我家己。主啊，我要永远来服侍你，无论我是叨位，无论我拄着什么款的境遇，我要一世人要顺服你的旨意。兄弟姊妹，大家赖上牧师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甲上帝同工。但今日上帝有缘伫找咱来甲伊同工，这是上帝恩典的邀请。
嘛，咱用这首诗歌心愿来回应上帝这个呼召，甲上帝讲主啊，我愿意奉献我家己。主啊，我愿意永远来服侍你。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拄到什么款的境遇，我愿意一世人一生拢会顺探你的旨意。阿免。要奉献我家己，主啊，我要永远服侍你。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啥境遇，我要以先顺探你旨意。愿为主拼生命，愿为主做人。愿为主做路步，愿为主服侍人。主啊，我要奉献我家己。主啊，我要永远服侍你。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啥境遇，我要以先顺探你旨意。愿为主拼生命，愿为主做情歌，愿为主做路步，愿为主服侍人。主啊，我要奉献我家己。主啊，我要永远服侍你。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啥境遇，我要以先顺探你旨意。愿为主拼生命，愿为主做情歌，愿为主做路步，愿为主服侍人。主啊，我要奉献我家己。主啊，我要永远服侍你。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啥境遇，我要以先顺探你旨意。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啥境遇，我要以先顺探你旨意。主啊，我要奉献我家己。主啊，我要永远服侍你。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啥境遇，我要以先顺探你旨意。愿为主，愿为主拼生命，拼生命，愿为主，愿为主做情歌，愿为主，愿为主做路步，愿为主服侍人，服侍人。主啊，我要奉献我家己。主啊，我要永远服侍你。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啥境遇，我要以先顺探你旨意。愿为主，愿为主拼生命，拼生命，愿为主，愿为主做情歌，愿为主，愿为主做路步，愿为主服侍人。主啊，我要奉献我家己。主啊，我要永远服侍你。无论我
声坚固，我要以声顺叹你旨意。愿为主，愿为主，拼生命，拼生命，为主，做前辈，愿为主，愿为主，做老婆，做老婆，愿为主，愿为主，服侍人，服侍人。主啊，我要奉献我家己。主啊，我要永远服侍你。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声坚固，我要以声顺叹你旨意。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声坚固，我要以声顺叹你旨意。我家己，主啊，我要永远服侍你。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声坚固，我要以声顺叹你旨意。愿为主，愿为主，拼生命，拼生命，为主，愿为主，做前辈。服侍你，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声坚固，我要以声顺叹你旨意。愿为主，愿为主，拼生命，拼生命，为主，愿为主，做前辈，愿为主，愿为主，做老婆，做老婆，愿为主，服侍人。主啊，我要奉献我家己。主啊，我要永远服侍你。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声坚固，我要以声顺叹你旨意。愿为主，愿为主，拼生命，拼生命，为主，做前辈。愿为主，愿为主，做老婆，做老婆。愿为主，愿为主，服侍人，服侍人。我要奉献我家己。主啊，我要永远服侍你。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声坚固，我要以声顺叹你旨意。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声坚固，我要以声顺叹你旨意。要奉献我家己，主啊，我要永远服侍你。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声坚固，我要以声顺叹你旨意。愿为主，愿为主，拼生命，拼生命，为主，愿为主，做前辈。愿为主，愿为主，做老婆，做老婆。愿为主，服侍人，服侍人。要奉献我家己。主啊，我要永远服侍你。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声坚固，我要以声顺叹你旨意。愿
愿为主，愿为主，拼死命，拼死命，主，愿为主，最情切，愿为主，愿为主，做老婆，做老婆，愿为主，福在人。我要永远服侍你，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啥境遇，我要一生顺叹你旨意。愿为主，愿为主，拼死命，拼死命，主，最情切。愿为主，愿为主，做老婆。我要永远服侍你，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啥境遇，我要一生顺叹你旨意。无论我伫倒位，无论我啥境遇，我要一生顺叹你旨意。将咱这点。同心阿头三界的祈祷，神啊，宝贝上帝，我感谢你。但今日的这个网络礼拜，我对新约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1节到第2节，以及马可福音第16章20节，我做来思想，就如何。甲上帝的同工，对今仔日的信息中，我知影，通向上帝来祈祷，但要如何来甲上帝同工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定出一个目标，也改变着咱迄款江山好改、本性难移的这个生活方式，开始来思想上帝。这个角度，咱去看卖，试看遐过去遐放落一切异乡背景的这个宣教师，因亲像羊群进入这个豺狼的群内底，所以咱的祈祷会带来上帝保护因的这个困难。上帝嘛会当需要咱的这个奉献，来供应这个宣教师因日常的生活的需要。但人生实在是真有限的，有什款的代志会当做到永远活的？有什款的人事物，通值得咱付出一生来追求的？咱若是选择甲上帝同工，主一定要纪念咱，将咱的名记伫这个生命册内面，做到永永远远。但最后所有学生接受到这个任务，所以当伊出去到处去宣扬福音的时，主就甲因同在，甲因同工，因为信者跟对着因来证实因所传的这个道理。答应了的主，今仔日依然要得对找人，甲伊来同工，这里是稳定的这个邀请。因为历世历代上千上万，亲像云彩见证人，已经拢行伫咱的头前面咯。所以我亲爱的兄弟姊妹，请你赶紧就爱对起，唔通搁再对无着阵咯。台湾同心的祈祷，都是奉主耶稣的性命来求。阿门。但这条。赖上牧师要甲恁祝福，愿天父上帝做甲怜悯，最后所记到恩典，圣神保守的感动甲交通，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伫教记做面迄日，奉爸囝圣神的名，阿门。
亲爱的乡亲时代，兄弟姊妹，今日的网络的礼拜到这就告一段落。嘛，咱后回同一个时间，伫空中来相甲来见面。愿天父上帝赐福保护恁，阖家平安，万事如意。再会，拜拜。愿恁平安。恁着去借万百姓做好事，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普天的传福音求灵魂。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被上帝欢喜的名看你。恁着去借万百姓做好事，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